兄姐，感谢主，伫这神的主力，咱会当跟三甲伫主的圣殿中来敬拜阿罗伊。只是有主的圣神甲咱同在，为咱的健康，互咱听见真理，为咱的心灵搁加咱助力。上时要请大家为咱的喙来学论读经，三甲来唱，为我的目睭，互我看。 信用马太福音10章42节讲，无论啥人若因为学生的名，干那将一杯凉水，互遐个细囝一个啉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伊决断袂失落伊的手术。各位兄姐，相信咱拢深知，主耶稣奉献的性命，是咱一生中最大爱的礼物。伊求主帮助咱学伊通过爱的礼物这首歌的话，启示咱会当知影要怎样来正做爱的礼物。 我。
上帝常常以基督特性来做头带我，也阮伫伊逐所在领营，因为捌基督才有的气味。录音版的圣经是安尼讲，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次显扬那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以上这段的经文，一直是我一生中的追求甲祝福，因为伊启示我，迄个做头带我的牧者是主耶和华，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也即，恁敢有认为耶和华嘛是恁的大牧者吗？恁有感觉伊用油抹恁的头壳，互恁的背满出来吗？若有稳定甲慈悲，咧头咧对你到永远的关怀。这时，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唱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